阿詩同埋陳仔同埋呢一班人咧，就去環頭磡度夜晚要拍啲嘢啦。係啦，咁佢哋一行5個人嘅啫。係。咁去到呢一個環頭嘅地方咧，佢揀咗一個近樓梯嘅口，同埋一個花槽旁邊嘅位置，諗住補幾個空鏡啊，補翻阿詩一段嘅對白啊，咁樣就完事㗎啦。咁拍第一段嘅時候咧，冇乜事嘅。係。咁拍第二段嘅時候咧，阿 PA 就問啦：咦，我哋係咪載人未企好位啊？咁樣，陳仔咧就順手數一數啦，1、2、3、4、5，唔係啊，齊啊！咁繼續拍啦，係咪先？係。咁拍到第3次嘅時候，喺阿詩講嗰個對白講到一半嘅時候咧，阿收音師咧就除低耳機，就喺度問：你哋係咪有人喺度數人頭啊？收音師就俾嗰個耳機佢啦。係。阿詩一戴，佢一聽到背景有一個好低、好輕嘅聲喺度數緊1、2、3、4、5。